来看卫生福利部的资料显示，讲2018年到2020年，台湾青少年自杀死亡的人数有提悬，也毋过寻求专业协助的学生是真少。有学生团体甲心理师等专业团体是呼吁讲，总统的候选人就应该爱重视这款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。 没有心理健康就称不上真正的健康，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。心理师工会代表的一句话点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。不过，根据卫福部的资料，发现台湾青少年自杀死亡的人数有咧提悬，但是其中只有1成捌向辅导老师也是专业的辅导人员寻求帮助。 107年到109年，15岁到24岁青少年自杀死亡的人数从193人升到257人，足足增加了33.2%。曾有自杀企图者更是上升了62.9%。但是这其中仅仅只有1成曾经向辅导老师或者是专业的辅导人员来求助。关心学生囡仔的心理健康，学生团体 SUS 认为加强校园的社会安全网是真重要。另外，因为台湾升学比率悬，学生囡仔踮伫学校的时间较长，学校直接做提供学生帮助，真好一管道。伊也对此提出6大诉求。权责机关要去公布台湾学生自伤、自杀以及忧郁的相关数据，尽速完成学生辅导法的修法。我们希望全面去推动各校的心理假。教育部的学生辅导咨询会，学生作为一个学习的主体来讲，却没有被纳入这样的一个辅导咨询会。辅导原理跟实务应该要纳入师资培育的必修课程、情绪教育以及自我觉察的概念，纳入下一波118课纲修订的这个总纲。学生团体提出6大诉求，希望政府发现台湾学生囡仔心理问题的结构性因素，而且提出办法来解决问题。伫现场也有来自民进党的立委吴思瑶、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李玉成，加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刘树斌拢到场支持。记者龚定随台北报道。